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最近上界穿的话，就是顺时钟，即上到中文顺时钟的对同音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钟，时钟的钟。钟本来是讲一款的乐器，中是空的，用铜或者是铁拍的。钟嘛是算时间的计时。另外，嘛有人姓钟，嘛有人读做钟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后钟，嘛有人讲是后笛啊、后钟啊，就是喙内底喙齿顶面。迄个圆晶形的物件。第二个词共钟，就是口钟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耳鼻喉科诊所医生校长兼共钟，护理师请假，伊若是无闲，伫咧看病人后钟敢有发炎，搁爱去替病人夹药啊，实在是无用试试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钟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